馬航客機失蹤事件，美國紐約時報就報道，客機喺第一次掉頭向西飛係由電腦系統控制執行㗎，意味住有熟悉飛行操作嘅人修改過飛行指令。馬來西亞就話未能夠證實相關報道。馬航 MH370 客機今個月8號由吉隆坡飛去北京，期間失去聯絡，更發現被改變航道。美國紐約時報引述美國高層官員消息話，班機途中掉頭向西飛，唔係由人手操作，而係由一個負責自動導航，稱為飛行管理系統嘅電腦控制。呢一個系統一般按照起飛之前訂定嘅飛行計劃，引導飛機由起飛嘅地方飛去目的地。今次揀咗一個離終點相當遠嘅路徑，好大可能有人喺駕駛艙入面輸入指令修改系統程式，刻意改變飛行方向。但消息未確認有關嘅修改係喺起飛之前定係飛行期間做㗎。報道認為有意改行嘅人熟悉飛行同埋波音飛機嘅操作，當局就重點調查機上面具備飛行知識嘅人，先係搜查兩個機師嘅住所。調查人員早前就喺正機師沙亞嘅屋企帶走模擬飛行器。據當地警方消息透露，模擬飛行器入面存有喺印度洋附近5條飛機跑道嘅資料，跑道位置分別喺馬爾代夫、斯里蘭卡、印度等。不過係咪直接同失蹤事件有關就有待調查。英國每日郵報報道，機上面一個馬來西亞籍男飛行工程師屋企亦都有模擬飛行器。中國方面亦都完成調查所有中國乘客嘅背景。駐馬來西亞大使王惠康話，100幾個中國乘客都冇劫機嘅嫌疑。中方進行了詳細的背景調查，迄今為止沒有發現任何可能從事破壞馬航 MH370 班機行為的證據。馬來西亞政府日前估計，客機最後向衛星發出信號嘅位置，好可能喺南北兩條空中走廊附近。中國話目前重點搜索喺客機有可能飛越嘅北部走廊入面中國嘅領土範圍，又派艦隻兵分南北兩路搜救。北部走廊覆蓋多個國家嘅領空，哈薩克、老撾等都相繼否認失蹤客機有進入佢哋嘅領空。英國獨立報報道，馬來西亞當局曾經尋求許可喺位於阿富汗同巴基斯坦塔利班控制嘅地區調查客機嘅下落，不過塔利班否認同事件有關。無線電視記者陳柏希報道。馬航客機已經失蹤多日，喺北京有家屬就揚言會絕食，要求馬來西亞政府公布事實嘅真相。100幾個家屬繼續喺北京一間酒店嗰度等消息，馬航就派出代表會見佢哋。期間有家屬情緒激動，要求大馬當局公布事實嘅真相。馬航代表喺離開嘅時候就俾家屬指罵，有家屬就更加揚言會絕食，直到馬來西亞當局公布真相。亦都有家屬話正係考慮前往馬來西亞大使館。佢哋又要求同大使會面，希望佢能夠代表馬來西亞政府同家屬對話，並且係提供消息。